乌阴行院去年上大型的南北接力建造，不过牛草要安怎补给煞引起争议。国民党立委指控讲，乌阴行院违反公益款务规定，做政治活动。嘛被指控用中国无人机翕的这张画面，有出现民进党的党旗，也有信赖自由会，以及民进党的立委陈素月，连民进党这吴音玲拢穿行政院的制服甲做伙伫行。你有能力去募款，不要在公益捐募平台募款，不要排挤真正需要社会资源的这些团体跟活动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会要求我们的主管机关卫福部彻查。就是因为乌阴学院上架是为福部公益款务平台各项计划，像新长者服务经费、清寒助学金，要赶快是全台建造活动，小学生完全无袂到钱。因过乌阴学院募到1500几万，效益超过100%。国民党立委指控讲，会压缩到真正有需要的弱势团体。1毛钱都没有，黑熊你可不可耻啊？你抢钱抢到什么程度？连我们小学生的钱你都要抢。黑熊一直以来呢，都是依照合法的劝募字号在做相关的进行。看来国民党非常的惧怕黑熊学院在民间呢，去告诉国人应该要怎么有好的认识中国的方式。他们去花大多的时间在早上开一个不痛不痒的记者会，针对黑熊学院一个推广台湾民防教育的组织，然后做任何的打压。强调讲，募款的过程拢是合法，不过什么是公益性质，一人讲一款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